欣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咱公司若是趁到钱，阿爸再拨一个奖金，带恁来美国佚佗一下好。美国哪有啥物好耍？我要去澳洲。你这死老鬼啊！照甲恁阿爸计较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是要安尼开无要紧，以后你甲莲花结婚的时阵，二月女贤，我是无免负责咯。爸。若算讲你心肝咧想啥个，阿爸唔知啊。阿爸来讲，对啦，恁阿姨讲真久无看到你，足思念的，少年的，叫你讲永远一定要等你吃饭。我永远无代志，我无法度回去。阿爸都安怎甲你讲，你才会了解。恁阿姨是真正伫咧关心你。少年你，你敢袂当反倒转来真心来对待伊？爸，我永远遮是有代志啊。无安尼啦，你转去甲阿姨讲，我下日再去看伊。免紧，让恁阿姨去透早就叫美惠去菜市买一寡你爱食的菜。以后有啥物代志比一家人会当做会更较重要。你有啥物拢会先来提提着啊？爸。偏偏就是要转去啊！屁事嘛是倒的代志。阿婆，我今日要请食饭嘞。对啦，做伙来啦。你是毋是知影这人不可的，无随时机会好来个食酸奶呢？啊，无不要紧啦。好啊，练工好啦。安尼我这个靠互你哈。好，好，再见。你是才想要讲什么？一个老朋友啦，你找我有代志吗？哦，无啦，啊，就大家去食饭啊，你啥都无要去。我肚仔袂话了，阿土较早要地方去来我请。哦。免等，免等，做咱先行。你呀，是安尼搁早啦，菜还搁温温伫的，无等
等一下。哪有生大咧等时阵，Q 出去，先生。一定是玲玲回来。哎呀，玲玲，我回来。阿姨，嘿，开始了，我倒来看我。哎呀，紧来要换啦，我嘛等下再等者。这里收起。哎呦，都一家口的人，啊去买什么礼物啦？来，食饭。啊，来，这样。来，食饭。你到位对？你讲，是谁上面？是你边位上面？啊，你伫咧创啥？玲玲，你哪条出去吧？竟然你还这回事？是实的，我每讲不该大事，你这样输甲放出来，有听到无？你给我放落来，放落来！玲玲，放落来呀！你伫咧起啥？奶奶，你好看呀，我伤我你了。李慧，你莫拿地址，我今仔日才找你手大老哥面，表面上无啥物，私下内你比我死较厉害你。无，你莫甲讲无，是上大面头前声久，我无爱甲明辉来往，甲明辉早就过去啊，是上大面头前就抓，哈？是毋是你？是毋是你啊？你讲啊你！是我讲的，啊毋过是明辉家己来找我。明辉来找你，你就去，你是咧甲我示威？明辉爱人是你，毋是我对无？是毋是？我无这意思。玲玲，你是哪了有煞？为着一个查甫人，你袂是泼落你个骂过咧？这代志若传出，恁两个姊妹是要安怎做啦？这代志到这为止，相安不足，搁来讲，食饭啊！我甲你讲，只要是我喜欢的物件，我一定要跟甲抢。你再试看卖咧？你讲啥？我你讲话，你讲无听就对了。要是若伫这间厝咧闹袂煞，都甲死出！死出去就死出去，为了这间厝啊，我早都逃袂掉啦。玲玲啊，唔通安尼啦，为什么话有就那讲啦？我相信阮美惠啊，唔是这款人啦吼。唔是这款人是啥物人？人讲有啥物老母就有啥物囝，这句话一点仔都无唔对。伊的本事就留在你后咧。你来死出来！你凭啥物拍我？你凭啥物拍我？今仔是我欠你，甲我有路无处。是啊，你毋是个查某，你骗我，你骗我。哈？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敢是我亲生老爸？你敢是我亲生老爸？你毋是！哎，玲玲啊，玲玲啊，玲玲啊，你甲啉遐济酒啦？你一个人哦，来，我送你转来。无爱啦，明辉，你莫赶我走，你甲留来好无？玲玲啊，这安尼唔好啦，你啉酒醉啊，我送你转来啊。我讲过啊，我无要回去啦。明辉啊，你会记得无？较早咱学校伫咧办舞会时阵，拢是咱两个人咧开舞呢。你会记得无？明辉，咱最近毋捌跳舞啊，你陪我跳舞好啊？玲玲啊，我。
丽玲啊，我真该死，我无应该对你安尼，请你原谅我。林辉，我袂怪你。今仔日，我感觉足欢喜。你若拢不会讲话，你是介意对无？你搁咧介意伊对无？丽玲，真气嘞！是安怎你介意？是安怎你介意？无要介意我？丽玲啊，我一直嘛是真介意你，也毋过介意并无表示是爱对无？既然你无爱我，你是安怎要对我这么好？你是安怎要对我这么好？你是安怎要对我这么好？我对不起你啊你！我袂甲你讲对不起，我要查理由。你是安怎无爱我？丽玲啊，坦白讲起来，你逐项都好，甚至比美惠中国也飞。啊，毋过我上拄着伊，若是我是迄款见一个换一个爱一个的人，你嘛袂介意我，对毋对？时间也无早，我送你转来。郑明辉，我永远会记你今仔所有爱语了。我唔甘愿，我一定要做你看，我要把这公道倒来。丽玲，你免讲遐济，总有一天，我爱你跪到涂骹，求我，来求我。怪丽玲啦，伊一直感觉你这个爸爸吼是伊家己一个人尔，啊，即马摕我甲美惠出来，伊当然嘛无法度通去忍受着。一个囡仔，自细汉就了叫我甲善歹。越早若知影会安尼，我着将咱两个关系用早甲讲讲。煞煞去啦！我甘愿伊误会我、怨恨我，嘛袂用互丽玲对伊心目中上心爱的爸爸失去了信心。咱若安尼做，就委屈着你，也有美惠。美惠是一个做捌代志的查某囡仔，伊一定会谅解咱两个的苦心啦。我煞亏欠你真多。我若安尼看伊伫痛苦这个过日子，处处一个委屈求全，我着怨叹我家己无迄个资格来娶伊。袂啦，美惠袂怪你啦。
袂怪我，我会怪我家己啊。明明是我亲生的查某囝，是安怎一个都演个人性，啊一个都咧处处伫咧吞忍。你甲我讲，安尼我算啥？明明我是亲生的老爸，我才听伊一声一声叫我后舅。阿弟，你敢知我心内惨像倒你看？福记啊，莫安尼啦！当初是咱两个讲好好，敢讲伊拢甲放袂记哩，还是无？你伫丽玲的心目中，一直是一个最纯情、最忠实的好老爸。遮尔侪年的委屈，我甲美惠拢已经承受过来。啊，敢讲到这个时阵，一定要用这款残酷的事实来伤害着伊是无？毋过我心内虽真希望美惠啊，才亲嘴叫我一声爸爸，你知无？美惠，美惠啊，美惠，你甲我讲，这敢真实的？这敢真实的？美惠，你听我讲，你一定要听我讲。我不爱，妈，我爱听你亲嘴甲我讲，这敢真实的？这是真实的，一定是你的亲生老爸。美惠啊，无见啊！别烦恼，我会照做。美惠啊，美惠，美惠啊！你真早落来甲你讲，我生下恁老母的时阵，伊才18岁，放两个头草，逐工是安尼笑。人是，我去恁外公的木工厂里咧做工。下哥自细汉我就是孤立伊大汉，早就惯起人的武力甲造。恁老母甲其他的人是无，伊温柔贤惠，从来都毋捌对我讲过大声话。其实招的人是真多。偏偏伊爱着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瘦小囡。恁外公惊讲伊这个宝贝查某囝会去受苦，所以一开始就反对阮的来往。当时，恁外公以为将恁妈妈嫁予工厂的翁主任，但不过恁妈妈讲我安怎讲伊都毋答。恁外公就爱想，将恁妈妈软禁起。不准伊到我去。当然，翁主任全将我当作眼中钉，三番两次伫咧喊我。有第二，我只有离开工厂，远走他乡。自我离开工厂了后，恁妈妈嘛是毋肯答应翁主任的求婚，谁知影伊见笑转受。威胁讲要放火自杀。啊，后来嘞？后来就是迄场大火，将工厂拢烧了了。当时也夺走恁外公宝贵的死，一夜之间，恁老母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上界惨的是，迄个时阵恁老母才发觉讲，伊腹肚内已经有我的囡仔。伊个囡仔就是我生。恁老母无顾着别人的体重，坚持要将你死。其实你知影，伊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，为着要照顾，受尽苦楚。我相信你这比啥人更加了解。我的
会记得我5岁迄阵，我互别个囡仔拖咱着水水，阮妈惊我笑，叫我破面，伊规礼拜都踮伫我面床边照顾我，讲故事互我听，唱歌互我听。等我的爸好啊，伊规个人瘦到皮包骨，上惨的是，伊伫工厂的工课互人辞掉啊，伊为着要请用我，去做临时工，甲人洗衫。我欠恁老母，规世人都还袂起。啊你咧？离开阮老母了，就随甲别个查某结婚对无？